區嘅南部屬於南疆地區，人口有近60萬，當中有15萬係流動人口。少數民族佔總人口近83%，主要都係維吾爾族人。喀什喺維吾爾話嘅意思係保育集中嘅地方，係新疆自治區重要嘅經濟城市，擁有油氣資源，而且農產品產量豐富。肉類嘅總產量佔整個新疆嘅1/4。而新疆嘅主要農產品係棉花，喀什地區亦都係主要嘅產區之一。而喀什嘅水果產量亦都佔新疆總量嘅1/3。由於喀什係中國進入中亞同埋西亞嘅門戶，中央政府非常重視當地嘅經濟發展。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喺2010年發表咗文件，表明會推動新疆嘅喀什成為4個沿邊經濟特區之一。位於南疆嘅喀什擁有重要嘅地緣戰略位置，牽動住新疆以至中國西北部地區嘅穩定。喀什地區亦都係疆獨組織活躍嘅地區之一，近年曾經受到恐襲威脅。喺08年8月，喀什發生過暴徒襲擊武警嘅事件，一個維吾爾族嘅男人駕駛住貨車衝向邊防警局正係操練嘅70幾個武警。佢持槍掃射同埋引爆炸藥，造成16死16傷，亦都令到漢族同埋少數民族之間嘅和諧響起咗警號。另外，喀什作為中國西面嘅通道，鄰近巴基斯坦同埋阿富汗等全球反恐嘅重心地區。從地緣戰略嘅角度嚟講，喀什面對嘅風險亦都相當高。亞洲電視記者歐志良報道。